这阵啊，家己沿海乌鱼子当咧收成，不过渔民也烦恼讲天气若准反热，乌鱼子会熟过头，佮再加上疫情影响到餐厅生意，也开始烦恼讲今年乌鱼子的价销恐惊无遐水。甲乌鱼尾温啊拍起来，要来了解乌鱼子目前的状况。家己县沿海勇士乌鱼子这阵啊当咧收成，但是这几天天气佫开始变热，渔民烦恼乌鱼子的过熟，是够影响到乌鱼子的价销。连续3天哦，3天南风就拢去了啦，拢过了啊。只要放乌鱼的吼，拢足烦恼这个天气的啊，因为这个天气的先会使讲是吼乌鱼子的杀手啊。去年的时阵吼，800几块啊，今年600几块啊，这就差百外块啊。乌鱼子是办道冷盘的主菜，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真侪餐厅店都变少，嘛影响到乌鱼子的需求。为了惊天气影响到收成，渔民嘛摕家己的乌鱼来试，看什么时阵才是会当砍的时机。这几天有这个南风天下来，温度上升，然后市值的就很多，蛮多人来市值，会早一点处理这样。家己县乌鱼养殖面积有400多公顷，一年产量有645吨，占全国32.5%。但是疫情影响到需求，即马又搁是收成的时机，渔民希望相关单位通斗3工。我们会有一个加油好市集的一个市集哦，那我们全国10大乌鱼子的业者啊，也会到那边去摆摊哦，来启动我们嘉义哦乌鱼子季的开始。渔民表示，乌鱼子离北风势开始大，拄到反热会予季过熟，唔但影响到大细，嘛影响到口感。有听天气讲拜6礼拜会反寒，会搁来等看卖。如果乌鱼子真正无够好，只好搁等1年，时到才来拍算。记者梁慧婷，家己报道。